新闻开始来看，强烈风台苏拉目前是为第个乱偏南西风的海面上向西北西移动，北风快已经确定台湾的南部、屏东恒春半岛都要特别注意哦。台湾附近的海面还有巴士海峡风影嘛愈来愈大咯。咱来看气象局最新的说明。 强烈台风苏拉目前的位置在鹅銮鼻的南西方，大约180公里的海面上，未来持续向西北西的方向移动。气象局持续针对台湾东南部海面、台湾巴士海峡、东沙大海面跟台湾海峡发布海上警报，也要提醒台风暴风圈正笼罩了屏东恒春半岛这些地方。目前风跟雨还是比较持续，提醒大家可能在这地方的民众还是要特别注意。我们从雷达回波可以看到，透过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。 今天包含在宜兰、大台北地区、花东、恒春半岛、屏东地区都有一些下雨的情况，尤其在恒春半岛地方下雨的情况，目前看起来是相对是比较明显一点的。西半部地区看起来雨是比较偏零星。我们看一下整体的沉降作用造成的高温的情形。图上代表红色的地方有35度高温以上的情况，包含在嘉义以北到桃园这些地方。此外，在金门也有33.7度的高温，而紫色这个区块分布在 竹苗这些地方，从这边高温我们可以看到，今天整体的高温在苗栗累积到2点的时候有40.3的高温，另外在竹苗也都有37度以上的高温分布的情形。今天整体的高温都还是比较持续，主要来说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，所以沉降作用造成高温的情形，跟过去来说受到太阳辐射照射以后，高温通常分布只有在中午12点前后比较不一样。预估高温的时间还是可能会持续相对一段时间，所以请大家还是特别注意一下。